弟兄姊妹，今周我哋所進入嘅咧係第8篇，咁咧題目係講到接受、經歷並享受呢一位包羅萬有嘅基督，作為咧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嘅路。咁咧呢一個還係喺咧呢個加拉太書呢卷書嘅範圍裡面嘅。咁第一大點，咁嗰度就講，佢話加拉太書啟示神咧照住佢嘅喜悅而有嘅嗰個計劃咧，乃係要將基督作到咧我哋嘅裏面。咁根據加拉太書，最邪惡嘅事就係使人咧轉離開咧呢一位嘅基督嚇。咁響加拉太書，我哋點樣睇到咧？神嘅喜悅係要將基督作到我哋裏面咧，就係1章嗰度16節嗰度所講嘅。佢話父神咧樂意將佢嘅兒子呢位基督咧啟示喺我哋嘅裏面。還有咧加拉太書2章20節，基督喺我哋裏面活着。4章19節基督咧成形喺我哋裏面響聖經裏面冇用咧作到我哋裏面，但係喺呢度講到咧，基督要啟示。基督咧要活在我哋裏面，還有咧基督要喺我哋裏面咧嚟到成形。咁呢一個都說出咧神嗰個喜悅，神嘅心意，就要將基督咧作到我哋嘅裏面。但係根據當時加拉太書最邪惡嘅事就係使人咧離開基督。咁我哋睇下經文1章4節嗰度咧，保羅就講佢話咧主為我哋嘅罪死了捨了自己，乃係咧要將我哋從現今呢一個咧邪惡嘅世代救出嚟。咁然後咧6節嗰度講，佢話希奇咧咁快離去基督嘅恩典，召了你們的去歸向一個咧不同嘅福音。到第7節佢話這並不是咧另一個福音不過係有人咧要攪擾你哋，想要咧轉變咗基督嘅福音。咁到第8節佢話若響我們所傳俾你哋嘅福音之外，另傳一個福音給你們，他就該受咧咒詛。咁第9節若有人在你們所領受嘅之外，另傳一個福音給你們，他就該受咧咒詛。咁保羅響呢一個加拉太書第1章就提到咧有另一個福音不同嘅福音。咁如果你繼續睇落去嘅時候，佢就提到咧佢自己從前嘅經歷佢話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嘅極力逼迫神嘅召會，損毀咧神嘅召會。還有佢話為我祖宗嘅傳統，我係咧格外嘅熱心。咁所以咧響加拉太書嘅背景最邪惡嘅事使人轉離呢位基督嘅，乃係咧當時嘅宗教特別指着咧呢一個猶太嘅宗教。咁喺加拉太書裏面提到呢個猶太宗教咧特別同呢個守律法同咧呢個實行國禮而得着救恩咧有關嘅。咁接住咧我哋就嚟到第2大點咁神嘅心意，神嘅喜悅乃係要將佢自己咧作到我哋裏面咁如何能夠將佢自己作到我哋裏面咧？加拉太書就陳明呢位基督在人性嘅裏面咧，佢係3重嘅後裔。咁呢3重嘅後裔第一係女人嘅後裔，第二咧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咁第三咧佢係大衛嘅後裔。咁呢3重後裔為着叫神能夠將佢自己分賜到咧我哋裏面，好嚟咧完成佢嘅經綸。咁我哋首先咧睇第一個方面就係講到基督咧作為女人嘅後裔咁咧就係指位成為肉體嘅基督。咁喺加拉太書4章4節嗰度就講啦，佢話及至咧時期滿足，神就差出佢嘅兒子就係呢位耶穌由女子所生咁呢個女子就係指住咧童女瑪利亞所以喺加拉太書嗰度有明言咧，呢位基督乃係咧呢位女人嘅後裔，其實就指住一位咧成為肉體嘅基督。咁呢一個就係完整嘅神，藉住咧佢將自己分賜到人性裏面，成為一個咧完全嘅人。咁佢嘅佢嘅救贖為咗一個目的，就係要咧廢除撒旦，而且咧拯救在基督裏面嘅信徒脫離罪同埋咧死咁我哋睇翻咧相關嘅經文。咁呢個由女子所生咧嗰個應許最初嘅時候，就係喺咧主前4000年，喺創世記3章15節，當咧人墮落之後，神咧就進嚟咧應許咁嗰度就講啦，佢話咧女人嘅後裔要傷咧你嘅頭，你要傷咧佢嘅腳跟咁呢個咁然後到咧呢個以賽亞書就係咧主前700多年嘅時候
咁嗰度就講佢，因此咧，主自己要俾你一個兆頭，看啊，有童女懷孕生子，啊，你要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咁然後咧，響時間裏面，啊，馬太福音嚟到新約啦，藉着咧呢個瑪利亞基督咧被生出來，啊，咁佢嘅生出來咧就係咧要叫佢嘅百姓從罪裏救出來。而且留意23節嚇，佢話看啊，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啊，人要稱佢嘅名為以馬內利咧。咁喺呢度嚇，耶穌嘅出生就應驗咧700多年前啊，主前700多年前，以賽亞喺7章14節嘅嗰個預言啊。咁而約翰福音咧1章1節就講到太初有話呢位咧是話嘅神，14節成了咧肉體，呢位完全嘅完整嘅神。成為咧嗰個完全嘅人。咁到希伯來書2章14節講到咧耶穌藉着咧佢穿上呢個血肉嘅肢體，藉着死廢除掌死權的，就是咧魔鬼。而哥林多前書15章咧講到咧復活呢一章聖經嘅時候，喺嗰度特別提到咧耶穌藉着佢嘅復活勝過咧死嚇。咁所以作為女人嘅後裔就係呢位咧成肉體嘅基督。佢咧廢除撒旦，亦都拯救咧信徒脫離罪同埋咧死。咁接住落嚟就係第二方面，講到呢位基督咧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咁呢度咧就要睇加拉太書3章14節。咁嗰度話為叫咧亞伯拉罕嘅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咧外邦人，使我們咧藉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嘅那靈。咁16節佢就講啦，佢話呢個應許咧原是向亞伯拉罕同埋佢嘅後裔說的，但係並唔係講咧眾後裔，乃係講咧和你那後裔，就係指住咧一個人，就係咧呢一位嘅基督啊。咁加拉太書3章29節，你們既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嘅後裔，是照着咧應許為後嗣的啊。咁所以喺呢度，基督作為亞伯拉罕嘅後裔咧，乃係為着地上萬族嘅福。咁亞伯拉罕咧唯一嘅後裔就係呢一位基督佢成就係末後嘅亞當，成為咗賜生命嘅靈。咁佢係咧亞伯拉罕嘅福，就係嗰個美地嘅實際，為要將佢自己分賜到咧信徒嘅裏面，使佢哋能夠成為咧亞伯拉罕團體嘅後裔啊。咁我哋咧可以從呢個創世記12章嗰度睇翻起，當時咧耶和華進嚟喺呢度咧應許要賜福俾亞伯拉罕。然後咧應許佢到第7節嘅時候就話啦，我要將這地賜俾咧你嘅後裔。喺呢度有地，亦都咧有後裔。咁到17章7節，佢話我必與你並你世世代代嘅後裔咧堅立我嘅約。到第17章8節佢話賜給你和你嘅後裔咧迦南全地，永遠咧為業。咁所以喺創世記神應許亞伯拉罕嘅一面咧係地，一面咧係後裔。咁嚟到加拉太書嘅時候咧，保羅就講啦，佢話咧唔係眾後裔，係咧那後裔，所以嗰個後裔咧就係指住呢一位嘅基督。咁至於呢塊地咧，咁喺哥羅西書咧，我哋就知道原來咧指住呢塊地，我哋就在光中同得眾聖分俾眾聖徒嗰個份啊嘛，就係指咧呢位包羅萬有嘅基督。但係喺加拉太書咧。保羅咧就講，佢話咧就係所應許嘅那靈，所以喺呢度保羅就睇見呢位包羅萬有嘅基督成為咗那靈，就係咧呢一塊美地嘅實際。所以創世記耶和華應許亞伯蘭嘅有後裔，有咧美地。咁喺咧呢個加拉太書，保羅就將呢個解開，後裔就係指住呢位基督，美地咧就係指住呢個咧那靈啊。所以喺約翰福音14章17節，主就講啦，佢話我嘅去釘死，乃係咧要成為實際嘅靈。咁呢個實際嘅靈咧，要與你們同住，且在你們裏面。到那日，你哋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咧你們裏面。咁然後咧，到約翰福音12章24節，主講到佢嘅死嘅時候，佢就話咧，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咧許多嘅子粒來啊。咁以賽亞書53章10節耶和華喜悅咧將他壓傷，使他咧受痛苦。咁到末了就話啦，他必看見咧後裔，並且咧延長年日。咁喺呢度
基督咧係呢位獨一嘅後裔。咁而咧進到我哋裏面之後，我哋就成為咧亞伯拉罕團體嘅後裔。講到咧基督作為亞伯拉罕嘅後裔，佢係嗰位咧士靈嘅基督。我哋得着哪靈？我哋咧就得着咧呢一個福分，得着咧呢一個嘅祝福。好啦，咁接住咧我哋嚟到第三方面就係講基督咧係大衛嘅後裔，就係指咧佢係嗰位復活嘅基督，完成神新約嘅經綸，將經過程嘅三一神分賜到咧基督身體嘅肢體裏，使佢哋在佢嘅復活裏，在永遠嘅國裏面咧有份於佢嘅君王。咁呢個咧我哋就要睇翻嗰個應許係響咧撒母耳記下7章。咁嗰度咧耶和華就講啦，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嘅後裔嚟到咧接觸你。咁呢度就應許咧響大衛嘅腹中出嚟咧一個嘅後裔。咁然後咧到14節就話，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嘅兒子。神作咧大衛後裔嘅父，咁而大衛嘅後裔咧就成為咧神嘅兒子。所以12節就講到呢位咧成肉體嘅基督。咁到14節就係呢一位咧在復活裏面成為咧神長子嘅基督。咁喺馬太福音22章咁嗰度咧主耶穌就咧同呢個法利賽人問佢哋，佢論到基督，你哋怎樣看呢？佢係誰嘅子孫呢？咁法利賽人就話係大衛嘅子孫。咁所以喺呢度法利賽人認識咧呢位基督係咧大衛嘅後裔。咁接住43節，耶穌就問佢哋啦，咁嘅話大衛喺靈裏，咁又點解稱佢為主咧？咁因為引用詩篇話主對我主說，咁呢個主第一個主就係指主神第二個咧我主就係咧大衛向指住呢位基督嚟講嘅。你坐在我嘅右邊，等我把你嘅仇敵放在你嘅腳下。咁45節佢係大衛既稱他為主他又怎麼係大衛嘅子孫咧？咁所以喺呢度法利賽人認識基督係大衛嘅後裔，但係佢哋卻唔認識咧基督神聖嘅一面。還有咧，佢經過死，經過復活，被咧大衛稱佢為主。咁羅馬書1章3節就講到咧，按肉體說是大衛後裔生的。咁呢個啟示錄22章第16節亦都提到咧呢位基督佢話係大衛嘅根按住佢嘅神性嚟講，佢係大衛嘅後裔，係咧從佢嘅人性咧嚟到講嘅。咁還有呢個使徒行傳2章30節，咁嗰度咧就講啦，要從大衛後裔中立一位咧坐在他的寶座上。然後就論到咧基督嘅復活不咧被撇在陰間。咁還有馬太福音講到咧佢係基督係活神兒子之後咧，主就喺嗰度講，我要將我嘅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嘅門咧不能勝過他。主呢位咧大衛嘅後裔復活嘅基督係咧要嚟建造嘅一位。咁至終作為咧大衛嘅後裔，佢將佢自己分賜到我哋嘅裏面，為着叫我哋能夠咧有份於咧佢君王嘅職分。咁呢個就係啟示錄20章第4節同埋第6節嗰度提到嗰一班得勝者他們都活了，要與基督咧一同作王。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嘅祭司，並要與咧基督一同作王咧1000年。咁第一小點就講啦，佢係喺但以理書2章34、35節講到嗰個非人手所作嘅石頭，要咧粉碎嗰個大人像之後，成為充滿全地嘅大山。咁呢個大山咧就係神嘅國，但係咧人性裏團體三重後裔，包括咗所有咧喺基督裏面嘅信徒。咁第二小點係一個咧結語嘅話，就係講到藉着基督呢一位咧喺人性裏三重嘅後裔。第一，仇敵消滅啦；第二咧，福就在這裏；第三，我哋咧就在國度嘅裏面。呢一個係整本聖經嘅啟示。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進入到今周一個咧主要嘅部分，亦都話咧呢篇負擔嗰個題目嘅所在，就係講到響加拉太書啟示出咧，我哋要接受、要經歷、要享受呢位包羅萬有嘅基督，作為咧嗰個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嘅路
係喺邊一度？咁呢度咧一共有10個方面。咁而呢10個方面咧都係從加拉太書嗰度出嚟，但係咧佢唔係按住咧經文嘅順序，佢係按住咧我哋經歷嘅順序。咁我哋從第一點睇起下，每一點都係連到咧接受、經歷、享受呢一位包羅萬有基督，作為咧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嘅路。咁第一條係咩咧？就係藉着神將基督咧啟示喺我哋嘅裏面。咁我哋乃係咧照住我哋所睇見嘅基督嚟到過咧基督徒嘅生活。咁呢個係加拉太書1章16節，父神樂意將佢嘅兒子啟示喺咧我哋嘅裏面。咁第一小點沒有什麼比神嘅兒子一個活嘅人為嘅揭示啟示喺我哋嘅裏面，會叫咧神更喜悅所以係神樂意嘅。咁我哋越多得着神兒子嗰個內在主觀嘅啟示咧，佢就越活喺我哋嘅裏面。咁佢越活喺我哋裏面咧，佢對我哋就越成為咧亞伯拉罕嘅嗰個福就係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嗰個福，呢一個咧包羅萬有之地嘅嗰個嘅實際。咁我哋需要點樣咧？就需要咧有4方面。第一，放下咧我哋嘅觀念；第二，將我哋嘅心轉向主；第三，我哋要注意力；第四咧，要在禱告嘅靈同埋氣氛裏面花時間響主嘅話上。咁嘅話基督咧就能夠啟示喺我哋嘅裏面，活喺我哋嘅裏面，還有咧成形喺我哋嘅裏面。咁呢度有 A、B、C、D 4個實行上嘅小點。第一就我哋需要放下咧我哋嘅觀念。每一個觀念無論係屬靈嘅或者咧屬肉體嘅，都會成為帕子都係帕子。咁呢個內裏嘅啟示咧，乃係喺我哋嘅靈裏，透過咧我哋蒙光照嘅心思咧而有嘅。咁 B 小點就講啦，我哋必須咧將我哋嘅心轉向主。我哋越咁樣嚟轉向主，呢個世代嘅神喺我哋嘅生命喺我哋全人裏面咧就冇地位啦。然後咧我哋就將屬天之光嘅照耀下，得着咧呢個活嘅人為嗰個內在嘅啟示。C 小點，咁我哋必須顧到並且咧注意我哋嘅靈，乃係咧喺我哋嘅靈裏。咁那靈咧將基督照耀啟示喺我哋裏面，並向我哋咧講說基督。咁還有啲就我哋必須咧普讀主嘅話。有以上嘅操練，嗰個結果係咩咧？我哋就會對神嘅兒子滿咗啟示。咁而呢一個啟示咧，就會帶進咧基督活喺我哋嘅裏面，成形喺我哋嘅裏面並且咧被我哋不斷嘅嚟享受。咁個結果，我哋就成為咧神嘅新造。第二條路就係咧本於信聽信仰接受基督。加拉太書3章2節嗰度講，佢話我只問你哋咧一件事，你哋接受咗那靈係本於行律法咧，還係本於咧聽信仰咧？咁呢度咧有4個小點。第一個小點咧同基督有關，第二個小點咧同話有關，第三個小點咧同神有關。第一個小點就話啦，個信徒嘅信乃係咩咧？就係呢位基督進到我哋裏面作我哋嘅信，使我哋嘅靈咧成為信心嘅靈。希伯來書12章2節，望斷以及於耶穌，佢係我哋信心嘅創始者同埋咧成終者。咁還有第二小點，信係來自咧聽見話。呢個係羅馬書10章17節，可見咧信是由於聽。聽咧係藉着基督嘅話。第三小點，信咧乃係同神有關，我哋就係信神是，我們咧不是。信總係除掉我哋，並將咧基督啟示響我哋嘅裏面。希伯來書11章6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悅，因為咧到神面前來嘅人必須咧信有神。必須信有神。咁第四小點佢話信徒咧係信仰之家庭嘅一份子。咁呢一個咧係信仰嘅家。藉着咧神嘅話而相信咧神嘅家。所以信從基督而嚟，從話而嚟，從神嘅自己而嚟。結果我哋就成為咧信仰之家。咁好啦，第一中點同咧我哋嘅看見有關，第二中點同我哋嘅聽見有關。因着看見，因着聽見，結果就係第三中點，我哋就能夠咧按着靈而生。藉着得着神兒子嘅靈進到咧我哋嘅心。咁呢個係加拉太書4章29節講到咧，我哋係嗰班按着靈生的
咁然後咧，神就差出佢兒子嘅靈進入到咧我哋嘅心裏。咁第四終點咧，就係咧因受浸被放在基督裏而咧穿上基督。加拉太書3章27節，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咧穿上了基督。咁第五終點就係咧在基督嘅死裏與佢聯合，使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們裏面咧活着。咁如今我哋喺肉身裏所活嘅生命，係我哋在基督嘅信裏咧所活嘅。加拉太書2章20節。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終點同看見有關，第二終點就同聽見有關。因住我哋嘅看見、聽見，我哋咧就蒙重生啦，然後咧我哋就受浸，就穿上基督，咁就帶嚟第五點，就係我哋咧與佢咧聯合。咁呢個與主聯合第一小點就講啦，佢話咧我哋乃與基督成為一靈，所以呢個與主聯合咧係發生喺我哋嘅靈裏面嘅。咁我哋與基督嘅聯合按住加拉太書2章20節，就係在佢嘅死裏與他咧聯合，好叫活着嘅不再是我，乃係基督咧喺我哋裏面嚟到活着。咁然後接住咧呢個20節就講啦，佢話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嘅生命，是我在神兒子嘅信裏與他咧聯合所活的。我哋所活嘅呢個生命，乃係基督作咗我哋嘅信嚟到活。咁真正嘅信咧，乃係咧呢位基督自己注入我哋裏面，成為我哋嘅對佢嘅真相，作為咧我哋對佢吸引嘅一種嘅反應。好，咁接住咧嚟到第六終點當我哋重生啦，當我哋受浸啦，與佢咧聯合啦，我哋就嗰種嘅生活，憑着靈而行亦都咧憑着靈活着。咁呢個就係加拉太書5章16節你們當憑着靈而行，就不會滿足肉體嘅情慾。若憑着靈活着，就當咧憑着靈而行。好，咁從第六終點咧就往前到第七終點我哋藉着就生產之苦，使基督成形喺我哋嘅裏面。因着我哋有一種咧憑靈而行、憑靈活着嘅生活，基督咧就有路能夠喺我哋裏面咧成形。咁第八終點佢係照那靈嘅願望同埋咧目的，為着那靈嚟到撒種，完成那靈所願望的。咁呢個係加拉太書6章7至8節嗰度講佢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為着自己肉體撒種的，就從咧肉體收敗壞；為着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咧收永遠嘅生命。所以咧喺呢度憑着靈而行，憑着靈活着，其實咧係一種撒種。咁呢一種嘅撒種咧，會帶嚟一個嘅結果嘅。咁嗰個結果咧就係第九終點所講，跨基督嘅十字架，並咧活新造。當我哋憑着靈嚟到咧生活嘅時候，我哋就係咧為着那靈嚟到咧撒種。咁咧要從那靈收永遠嘅生命。咁呢一個其實咧就係6章15節所講，最緊要的乃係咧作新造。好，咁第10就係講到咧，我哋能夠藉着主耶穌基督嘅恩，與我哋嘅靈咧嚟到同在。一切在於咧呢一個嘅恩典，就係咧呢位經過過程終極完成嘅三一神呢一個包羅萬有嘅福分呢一塊嘅美地，就成為咧呢一個嘅恩典。咁今日呢個恩典乃係咧與我哋嘅靈嚟到咧同在。感謝讚美主。